我係經濟動力嘅范石昌。咁今日咧，我哋就係對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定於時薪28蚊嘅意見。就經濟動力對於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定於時薪28蚊咧，係表示理解。但係最低工資咧係具有兩刃劍嘅效應。定得過高咧，就會對就業市場同埋營商環境會帶嚟影響。咁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估計，超過31萬僱員咧喺最低工資實施之後咧，會獲得加薪大概17%。但係加上咗個撞擊效應同埋個倍數效應等等嘅影響咧，我相信對企業開支上漲嘅壓力咧會更加大。尤其係勞動力密集嘅行業咧，好似物業管理、清潔、飲食同埋零售咧，就會係最受衝擊嘅。如果再加埋通脹、加租等嘅壓力咧，無疑係對各行各業嘅經營咧就會雪上加霜。因為最低工資而整體加薪個金額咧會超過係33億元。咁唔只會令僱主嘅經營壓力大增，部分成本呢亦都難免會轉嫁俾消費者，而進一步推高個通脹。好似近日已經有報道講一啲屋苑嘅計劃會加管理費啊，亦都有唔少食肆呢亦都會加價嚟應付，咁令到低收入嘅人士呢負擔會加重，政府同埋社會呢都唔可以忽視呢個問題，係需要想辦法應對。另一方面，時薪28蚊嘅最低工資，事實上咧係較目前唔少低技術工人嘅時薪為高，咁可能出現汰弱留強嘅情況，亦都超出咗部分中小企嘅承擔能力。但係業界咧會盡力開源節流嚟自救嘅。不過呢啲影響咧都唔係會即時浮現，所以政府咧就必須要密切留意最低工資對營商環境同埋勞動市場嘅中長期嘅影響。我哋認為而家較穩妥嘅做法咧就係先密切監察個市場，喺工商業界對28蚊最低工資嘅接受同埋消化嘅能力，會唔會引起低技術職位嘅流失、中小企倒閉嘅負面影響？喺2年內再作檢討，咁我相信呢會比較平衡到政府各方面嘅利益。咁另外，青少年失業率呢一直都高企，即使而家最近香港嘅經濟逐步復甦，整體失業率維持喺4.2%。但係15至19歲青少年失業率咧仍然係上升，係高達22.6%。呢啲青少年咧大多都係欠缺工作經驗，最低工資對佢哋嘅就業咧，尤其係學徒制嘅行業，會有較大嘅影響。咁因此咧，我哋就建議政府考慮效法英國，係為青少年設低一啲嘅最低工資嘅水平。當地咧就係16至17歲同埋18至21歲咧兩組群嘅青年人咧會設定較低嘅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以免影響佢哋嘅就業嘅。